最近網上有一段片傳得好勁，一間出名連鎖冰室嘅後門卸落嚟嘅唔係新鮮麵粉同豬肉，而係一箱箱印住內地工廠標籤、已經密封好嘅冷凍麵團同真空包裝菜肴。呢一幕令好多老食客心碎。原來我哋排隊等緊嘅自家製菠蘿包同埋嗰碟熱辣辣嘅咕嚕肉，其實係喺幾百公里外嘅流水線上生產出嚟。嚟到香港，只需要用剪刀剪開包裝，入微波爐叮一叮，或者入滾水熱一熱就上台。香港人對飲食一直有要求，尤其是茶餐廳。茶餐廳嘅文化核心係4個字：快、宜、精。朝早趕住返工，伙計同時記住10幾張台嘅單水吧，即刻沖奶茶。廚房嘅爐灶火開到最大，一份沙爹牛肉麵或者乾炒牛河，15分鐘內一定要端上台。呢種快係建立喺後廚師傅熟練嘅手藝同極高嘅工作強度上面嘅。但而家嘅快變咗做剪刀同微波爐嘅快，唔止係開頭提到嘅外賣咕嚕肉，連香港茶餐廳最經典嘅標誌菠蘿包都淪陷咗。前排一家本地大型連鎖茶餐廳牛奶冰室被食客喺網上曝光，食客影到佢哋喺後巷卸貨，原本應該喺店入邊搓麵粉、發酵、即烤嘅自家製菠蘿包，實際上係一箱箱由內地工廠運過嚟嘅冷凍麵團同半成品。件事曝光之後，網上嘅討論區直接炸咗，好多人表示接受唔到，因為食落口感完全唔對路。麵包冇發酵嘅香氣，好似攪緊一粒有化學味嘅海綿咁。隨後呢家連鎖集團出面承認咗，佢哋確實係將配方交咗俾內地嘅食品工廠，由工廠統一整好冷凍送嚟香港。佢哋強調工廠有出口資質，每日新鮮製作，甚至成本比喺香港本地烤製仲要高出10%，但食客並唔關心呢10%嘅成本。香港本地嘅預製菜供應商萬世集團公開過一組數據，而家香港市面上每10間餐廳入邊就有6間喺度用緊預製菜，有啲餐廳嘅菜式入邊有4成係預製菜，有啲甚至高達60%。每個月單係呢一間供應商就要向香港嘅大學飯堂、連鎖冰室、火鍋店同酒樓送出超過4萬包預製菜。呢樣嘢說明預製菜喺香港一早已經唔係秘密，佢已經係一個普遍存在嘅行業標準。餐廳老闆點解放住新鮮嘅菜唔炒，非要去買膠袋裝嘅冷凍食品？原因好簡單，因為喺香港做餐飲成本太高啦。首先係租金，香港嘅商鋪租金一直處於世界前列。疫情之後，雖然部分地段嘅租金有所回落，但對於一家普通面積嘅茶餐廳嚟講，每個月10幾萬甚至幾十萬港紙嘅租金依然係巨大嘅負擔。餐廳只要開門，每日一擘大眼就要先賺夠幾千蚊租金，然後先可以計人工同食材。其次係人工，呢個係最致命嘅問題。香港嘅勞動力嚴重短缺，特別係餐飲業嘅後廚人員。而家喺香港要請一個有經驗、能熟練掌握火候嘅炒鍋師傅，每個月嘅工資支出至少要3-4萬港幣，而且工作辛苦，後生仔根本唔願意入行。老一輩嘅師傅到咗退休年齡，後廚青黃不接。就算你願意出高人工，都好難招到穩定嘅人手。唔止係廚師，連遞碟洗碗嘅樓面同清潔工都好難招。喺呢種壓力下，預製菜變咗做最直接嘅解決方案。使用預製菜，餐廳可以大幅度縮減廚房嘅面積，將更多嘅空間留俾堂食座位，增加營業收入。其次，廚房唔需要咁多專業廚師啦，一份需要切配、醃製、過油、調汁嘅炒菜，而家只需要一個普通嘅員工將水燒開，將真空袋掟入去加熱幾分鐘，剪開倒落碟就上得台。有預製菜廠家舉過一個真實嘅例子，香港有一家潮州麵館，原本因為請唔到師傅同人工太貴面臨倒閉，後來老闆將所有嘅湯底同餸菜全部換晒做工廠代工嘅預製包，店入邊唔需要捱湯嘅師傅啦，每個月直接慳翻幾萬港幣嘅工資支出，就靠住呢啲慳翻嚟嘅幾萬蚊，呢家麵館生存咗落嚟。對於連鎖餐廳嚟講，預製菜更加係剛需。
連鎖餐廳要求每一間分店嘅味道一定要完全一樣。如果靠廚師手工炒，尖沙咀分店嘅師傅今日心情好，鹽放多咗少少；銅鑼灣分店嘅師傅火候掌握得唔好，肉炒老咗。呢樣嘢對於連鎖品牌係接受唔到嘅。預製菜喺中央工廠入面經過精確嘅稱重同標準化嘅加工，保證咗無論你喺邊間店食，味道都係一模一樣。喺生存同效率面前，即做即炒變成咗一種奢侈嘅堅持。從效率同衛生嘅角度睇，預製菜無可厚非。香港食物環境衛生署嘅食物安全中心喺過去1年入邊抽查咗1000個預製菜樣本，只有極個別樣本唔合格。工廠嘅無菌車間同標準化操作喺食品安全上，甚至比一啲環境污糟嘅街邊細鋪更有保障。但係食飯唔單止係為咗填飽個肚，獲取卡路里。香港嘅飲食文化最迷人之處在於鑊氣同人情味。咩叫鑊氣？嗰啲係鐵鑊，被大火燒到極高溫度，新鮮食材落鑊嗰陣，瞬間爆發出嚟嘅香氣。係師傅拋鑊嗰陣，油星彈起，掂到火焰產生嘅高溫反應。呢種啱啱出爐嗰陣嘅熱烈同鮮香，係經過冷凍、解凍，再用微波爐加熱嘅真空包裝食品，永遠複製唔到嘅。以前你去街邊嘅茶餐廳或者大排檔，可以聽到後廚傳嚟鏗鏗鏘鏘嘅聲，同埋猛火灶嘅轟鳴聲。老闆娘會記得你中意食面硬啲定圓啲，記得你杯奶茶要少甜定係走冰，哪怕係同一道菜，今日嘅番茄可能比尋日酸少少，今日嘅牛肉可能切得厚少少，呢啲都係手工製作帶嚟嘅隨機性同新鮮感。而家呢種界限消失咗，你行入旺角一間老字號茶餐廳，叫咗一份咖喱牛腩飯，食入嘴，你會發現呢個味道同你上個月喺深圳機場一間快餐店食到嘅咖喱牛腩完全一樣。因為呢兩間店好可能進嘅係同一個內地工廠嘅同一批貨，所有嘅食物都被設定好咗固定嘅甜度、鹹度同埋粘稠度，食物變得冰冷而且高度統一，廚師變成咗加熱員，食客變成咗消耗標準品嘅機器，人同食物之間嘅情感連結被切斷咗。預製菜全面鋪開已經係不可逆轉嘅趨勢。根據內地相關機構嘅數據，預製菜嘅市場規模喺未來幾年會突破萬億。香港作為緊密連接內地嘅市場，自然會全面融入呢個供應鏈。而且我哋需要客觀地界定預製菜嘅概念。我哋喺茶餐廳食到嘅集中配送嘅米飯，中央廚房提前整好嘅湯底，清洗切配好嘅淨菜，呢啲喺官方嘅嚴格定義入面，其實屬於即食即配或者中央廚房產品，並唔完全係嗰種加咗防腐劑、保質期長達1年嘅狹義預製菜。真正嘅問題唔在於香港餐飲業應唔應該用預製菜，而在於點樣用先可以保留香港美食嘅尊嚴。香港人係好實際嘅，我哋知道餐廳老闆要交租、要發人工，要求所有嘅菜式全部喺狹窄嘅後廚入邊從零開始製作。喺今日嘅經濟環境下，並唔現實。出路在於分級同埋平衡。對於一間餐廳嚟講，一啲耗時耗力但並非核心競爭力嘅基礎食材，完全可以交俾工廠，例如熬製基礎嘅高湯、清洗同埋切配蔬菜，提供標準化嘅半成品肉類，咁樣可以大幅度降低後廚嘅工作量同埋營運成本。但係對於一間鋪嘅招牌菜同靈魂菜式，一定要堅守即做嘅底線。如果你係一間以炒牛河出名嘅店，呢份牛河就一定要係師傅企喺猛火灶前一鑊一鑊炒出嚟嘅。如果你係一間冰室，你嘅核心賣點係菠蘿油，咁至少你個麵包應該係喺鋪頭入邊發酵烤製嘅。工廠負責效率，後廚負責靈魂。工廠提供標準化嘅底座，廚師喺呢個底座上通過最後嘅烹飪，賦予食物鑊氣同特色。呢樣嘢唔應該係傳統手藝同現代工業嘅零和博弈。香港嘅餐飲文化可以喺過去幾十年入面聞名世界，靠嘅就係靈活變通同埋中西結合。而家面對高昂嘅成本同先進嘅食品工業，香港餐飲業需要揾到新嘅生存方式。
當我哋喺放飯時間匆忙行入餐廳，食下一份快速端上嚟嘅加熱簡餐嗰陣，我哋感謝佢提供嘅便利同埋穩定嘅飽腹感。但當我哋喺週末行入一間熟悉嘅老店嗰陣，我哋依然希望可以聽到後廚傳嚟嘅炒菜聲，見到老闆端住冒住熱氣嘅碟行過嚟，對我哋講一句：趁熱食啦！呢啲先係香港餐飲唔應該唔見咗嘅真正味道。